伫咧现今的生活环境中，因为污染严重，结婚的年纪嘛较大，或者是工课压力等因素，造成查甫的发生未生的比例愈来愈悬。所以，奇美学中心透过新型的精虫 DNA 碎片测试，用这种方式会当了解精虫 DNA 受伤的程度，来经上适合的受精方式，提高成功率。精虫 DNA 碎片测试它就是有别于传统的精液检查，因为传统的精液检查，我们大部分都只看精虫的总数、精虫的浓度、那精虫的活动度，或者是精虫形态是否正常。那所以大部分都是从外在去评估这只精虫。那精虫的 DNA 碎片测试，就是我们可以评估这个精虫的 DNA 是否受损，所以就可以从内部去了解这个精虫的 DNA 是否受精能力会有异常，因为 DNA 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遗传物质。所以它有没有办法，就是让这个卵正常的受精、正常的着床、正常的怀孕，那不会自发性流产，这些 DNA 都会有相关性。根据美国学者提出，每一位查甫的精虫量伫咧过去40年大约减少6成，若是以这个速度，可能会伫2045年的时阵，全世界查甫精虫的中位数得降到0。所以必须要完全依靠人工生殖的技术，才会当互另外一半成功有心。那要降低 DNA 碎片，这个就跟我们的精液检查一样，就是你要改变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形态，包括如果你抽烟喝酒，那可能就要戒烟戒酒。那如果说肥胖啊，或者是不运动的状况，就要改善自己的生活，可能多运动，或者是改变自己的饮食，例如带入地中海型饮食的一个方式，多一些海鲜，多一些蔬菜，少一些红肉，少喝酒这样的状况。那也可以说，就是例如我们吃一些抗氧化物，包括说像是维他命 C、维他命 E、叶酸，或者是说像那个锌，都可以有所补充。那再来，也可以，如果刚刚有诊断一些就是像静脉筋所曲张的病人，就可以考虑要不要做手术来做治疗。那后续就是说，如果比较积极一点的，就例如我们已经做到试管婴儿了，那你的受精率还是不好，那或者是你的碎片就很多，也会建议说要不要直接从睾丸取精，因为直接从原产地取精，这样子它受到的一个氧化压力是比较小的，那受到破坏当然相对会比较少，怀孕的成功率、受精率都会比较高。医师林义伦表示，查甫的未生镜头伫咧现代社会，不管是发生率还是治疗未生问题，角色拢非常的重要。所以要提醒民众，若是有发生过2摆落体以上，或者是唔知什么原因未生的查甫，会当来到医学中心来进行检查，帮助解决问题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